哦，今日真欢喜吼，会当邀请到咱这个配音界的天骄。因为有配真济戏剧啦，漫画啦，足济这个影片的这个配音吼。当然较早较无台语的物件通配，就配华语的。落尾有真济台语的物件通配的时阵咱这个单位有真济这个配音的种影片的特质拢会找伊安尼啦好，今日呢，咱真欢喜邀请到这个配音员我其实拄过袂少这个无共款的配音员啦我想讲先来邀请咱哪位来，就是因为讲基本上大部分资深的这个配音员较早当然拢是华语的这个group 出来啦所以就是讲。到底咱台语的这种配音员是要安怎来培养准讲有培养了，搁要安怎来维持这个生活啦因为你若无够侪 case 通好陪的时阵，讲要靠这食穿嘛有困难嘛对咱可能今日就是会当来听看已经配音真算嘛是半资深啦无讲足侪岁毋过就是讲配音的这资料嘛是真侪当的这个。我未来甲咱分享伊的这个配音人生的啦咱第一段就要先邀请我未来简单先介绍伊家己的背景甲伊的环境甲是安怎会踏入这个配音界好，咱来请咱花声鼓励一下大家好，我姓郭，郭雅薇。拜托，淡薄紧张。我今日来遮咧，是因为拄好甲老师就是伫咧录音的时阵有拄着老师熟悉，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当来遮甲大家分享。我家己本身咧是母语家庭，所以比别人算讲同年岁的人是搁较有机会接触到咱的台语。要毋过细汉的时阵，我无了解讲是安怎台语，大家较无注重。因为我只要转去到厝内，就是全部拢台语。我只有伫咧上课的时阵，入去到学校，入去到教室，才有讲到国语，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华语。也搁有就是伫咧看电视的时阵，有当时册台册着讲华语的节目，咱就哪看一下。其他其实我毋管，后来我想想，我毋管是甲亲戚朋友，还是去到倒位，因为主要拢是爸爸妈妈咧带，所以去的所在全部就是拢是台语的。后来一直到我国中、高中过的时阵，有一阵仔算讲甲朋友查某囡仔恁拢知影嘛，做啥拢爱连做伙，拢爱相招。所以迄当阵我会记我敲电话转来厝的时阵，阮朋友陪我，伊听到我咧甲阮母咧讲话的时阵，伊就讲惠美。你怎么这么厉害？你这边跟你妈妈讲台语，你回头就跟我讲国语。按过对我来讲，迄足自然的，因为我的对象就是妈妈，妈妈我一定开嘴我都是台语，所以我会感觉讲，开始注意到讲，啥物会有人感觉台语是对伊来讲遐尔无熟悉，伊会感觉讲，啥物我的讲话方式会互伊遮尔好记。因过嘛是迄当阵，我才了解讲，原来我咧华语甲台语咧切换的时阵，咱足自然的，无代表讲别人看起来足自然。伊感觉讲足神奇的，伊毋捌拄过讲像我即种的人。后来一直到我出社会我头一个工课是做机场，上山机场我是做服务台。迄当阵会接电话啦，服务一寡人客嘛。过来就是现场嘛，需要广播，所以有一寡警察哥哥因就是定经过，就甲我讲，我刚才伫咧后壁，我听到声，我就知影今日是伫咧轮班。有当时咧，其实有一件代志是，互我感觉讲，较碍着的就是，我咧接电话，人来问讲需要啥物服务啦，有啥物帮机，还是要安怎买票遐个代志，咱拢会当解决。问题是，我就拄过几落届是敲电话来听着我的声，我嘛毋知影伊到底是要创啥，
啊，伊问题问一届过，两届过，一直咧定问，到尾啊，你才会发现讲，伊敢若是因为爱听你的声，伊根本就毋是正当要问问题。后来变成讲，我才开始因为即个问题，我注意到讲，到底我的声，到底是安怎？遐个警察哥哥因来感觉讲，哦，听到你的声，我就知影是你。是安怎？即个敲电话来的人客，因会去注意到讲，你的声是安怎会互我无想挂电话，所以才开始想讲，到底我的声是啥物？因为，我毋知影恁有听过一种报道咧讲无？因讲咱家己听咱的声，甲别人听咱的声，其实是无共的。所以我就好奇啊，我就想讲，安尼到底我的声，伫咧别人听到的时阵，到底是啥物声？我就想要去了解。后来才开始去找资料，找着讲哦，有配音即个工课，我就想讲，既然配音，伊就是咧耍声音咧，安尼我应该会当去试看卖。所以后来我才去报名上课。迄当阵，我互阮妈妈笑讲，你拢已经20几岁，你要30岁啊？你即马去学配音，你要换就转读，你安尼讲袂伤慢啊，年岁伤大。结果我是想讲，我嘛才20几岁尔，就互你讲我年岁大。我若是无搁转读吼，等到过30以后，可能你嘛无迄个信心，通啊讲去，无迄个勇气啦，去换头路。所以我就原来算讲去试看卖。迄当阵我会记得，其实早期真正像老师拄则讲的，其实台语的物件无介济。后来伫我礼拜即度，迄当阵阮有叫跟班，跟班其实就是敢若咱学师啊。迄当阵，逐个是拢讲我的华语，其实就是咱定来咧笑迄种，听起来敢若有淡薄仔台湾国语。我是家己无感觉啦，抑毋过既然有人欢迎，咱嘛是想讲，安尼应该咱就有。所以而且华语来讲，即个配音员。足侪学生啊，其实入读就是想要做华语的。后来我嘛想讲，哇，系啊，我安尼可能我嘛无啥机会。拄啊好，应该大家拢有听过有一个放假叫《汤姆历险记》，迄当阵拄啊好因要订会台语，所以一个机会啦。所以讲老师，阮老师伊接到即个 case， 伊想讲内底拢是囡仔的角色啊。到底我要安怎找遮个囡仔的配音员咧？你若即马现有的配音员，大部分拢是迄种中年的较济，会晓台语的。我若是拢做因来，可能咱讲较实际，你的费用嘛是较悬。吼，啊，过来就是讲，拢囡仔声，其实大人要去经迄个声，可能听起来嘛讲，无讲介自然啦。所以伊就想讲，啊，无互阮遮个学生来试看卖。所以我嘛另外感谢讲，我有一个同学，迄当阵老师对伊较好，伊安怎讲咧？算较袂遐自私啦。伊是听到老师讲有即个机会，吼问阮同学，你去问其他恁遐个恁班遐个人吼，若有会晓台语的，你就叫因拢来试看卖。啊，迄当阵若是讲我迄个同学伊。无放这个消息出来，其实我就无机会啊。嘿，所以嘛是算讲，大家拢讲我好运，其实我是感觉讲，我若好运，爱搁加上讲，拄好人无自私。嘿，啊无你若是干那要靠家己的好运，啊过人一直甲这个机会藏起来，你嘛是无法度有这个机会啦。嘿，所以后来因为。汤姆历险记，我去拄着甲我牵成的即个领班，才豆豆讲哦，愈来愈有机会。而且迄当阵拄啊好，我会记是电视台语戏剧已经开始有一寡量咧算讲咧推出，较无像早期讲拢华语的，若华语的我定拢讲笑讲，恁可能即马就已经看袂着我。因为华语的人是真正足侪，嘿啊。后来中一寡过程是到
差不多，因为我中有一段时间其实我破病了后咧，其实定出来我是烦恼讲，迄当阵我的声我的气力较无够，所以惊讲我若咧录的时阵，可能情绪啦、气氛啦、声喉啦，拢可能会对袂着，遐个情绪人听起来可能讲敢若遐无符合。要不好佳在我是拢拄着真袂歹的录音室啦，还有头家啦、领班，大家听着我的状况，因拢讲 OK 啦，因会安排调整，就是适合我的部分。嘿，所以豆豆我嘛算讲咧福建，我拢甲当作讲咧福建，我一定爱伫个一年内，算互家己的状况恢复甲正常共款。嘿，我是感觉讲，可能人生嘛是安尼，你有拄过一件代志，你调整过了后，凡说就是一个转运的机会。后壁拄好即几年开始台语台嘛出来啊，佮拄好有一寡机会，录到大家较知影的角色，所以后壁才大家拢较知影讲哦，配音员有一个叫做桂雅味的人，嘿，大概是安尼。我较简单一个，差不多是当时开始有接台语的配音开始有印象。其实就是我配音班结束了后，迄年的年底我就接着。差不多是几年啊？那是民国95年。老师咧算几年了？伫咧15年。好，所以敢会当讲分享看卖，就是迄个你感觉配华语甲配台语，你的感觉有啥物无共款？其实我感觉配华语，因为拄开始早期的时阵，袂去想着讲家己的华语伫因正式的遐个华语配音员内底听起来，感觉讲其实无遐尔标准。迄当阵家己袂感觉安尼嘛，所以去到录音室的时阵，就是正常咧讲。结果后来发现讲，一直互点讲你的发音就是家己拢无介标准，发音无介，算讲无介全。所以后来只要若需要讲到华语的部分的时阵，我会惊。开始家己揪起来，拄啊好迄个《汤姆历险记》的时阵，因为这都咱家己语语，所以讲了你会较轻松。只是讲拄开始你看到你金麦克伫你头前，你嘛是感觉哇，足拽，我足紧张诶，我要安怎讲话？嘿啊，啊，毋过就是一届两届，人感觉讲，你的台语配起来，真到比华语较自然。领班就会想讲，加找你去录一寡台语的物件，是安尼豆豆啊，才算讲有这个机会向台语去发展。而且就是我拄则讲的，迄阵啊台语的物件拄啊开始豆豆咧出来，所以毋则讲拄啊好有这个机会。你嘛配，咱是毋是嘛配袂少外国的迄个戏剧？外国台湾的拄啊。大部分其实台语配音戏剧来讲是拢中国大陆的片较侪。像大家拢咧，人讲追剧嘛，就做啥物？我意思是讲外国是配做台语的，我毋是咧讲配华语哦，我是讲配做台语。因为因本身就是咱咧讲的华语嘛，所以因来台湾了后，阮就是甲配做台语。嘿，过来我进前捌录过，较趣味的是，因迄敢若是。毋知是老人院还是倒一个单位，我无去问。因敢若专工紧2支外国片，就是请阮配台语。伊讲这嘛毋是迄种公开片，我就是敢若要互阮这边遮老大人看。我想去，我也袂记住。片名我已经袂记住，毋过我会记得一支是真正是阿倒仔外国片，一支是香港片。香港片是迄个。莫文蔚甲刘德华迄支啥物？为囡仔变做老人迄个，
我袂记起名。嘿，星梦什么迄款？嘿。啊，甲当甲咱分享一下，迄个你对你来讲啊，就是讲讲话甲要配这音配音的即个情差啊，甲美感，嘿，我分享一下。即个部分其实阮即马常常拄着，因为其实咱口语咧讲的台语，足侪就是自然顺顺啊过，大家听有。像阮妈妈拢定讲，你一直咧甲我掠我的迄发音，啊你听有就好，我听有就好，结果。后来正式咧配音的时阵，才会发现讲，你一寡语词来讲，平常时啊会用的，要毋过咱伫咧配音的时阵，伊就爱去，你爱分出讲倒一种是会当公开，吼，咱伫咧电视的部分，伊听起来伊会较顺嘛，较好听。啊，你伫咧厝内的时阵，倒一寡用词，倒一寡发音，咱真正家己听有就好。像我家己拄仔咧甲老师讲话。我就讲到一个音，即个我伫咧配音的时阵，我绝对袂用，因为我捌互领班掠甲足严重的，我去互骂甲足凄惨。就是拿东西，即个拿，其实阮兜的发音是摕物件。要毋过迄当阵我咧录音的时阵，领班伊就听无，伊讲你搁讲啥？你是毋是发音发歪去啊？你搁定讲一解，我原来讲摕物件。后来伊讲，你讲我拢听无。伊迄当阵我会记伊是问，阮我是中昼录音，中昼4个人，暗时4个人。伊讲我问现场的人，只要有一个人有听过你的音，我就互你用。吼，要毋过若是无，你就爱甲即个音改过来。问现场有人有听过即个音无？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啊，是，后面丢有一个，吼，对，啊，当过迄当阵，你迄当阵无伫现场就无彩啊。迄当阵在场就是无人听过，所以我嘛是足苦恼的啊。啊，现场就是硬甲迄句先改过来。到暗班的时阵，我想讲领班走啊，要毋过我心内也是感觉讲，我想要搁试看卖的，我就问现场，讲啊有人有听过无？真正有一个大哥有听过，我讲你想啊中班无来。你若中班来，我就过啊。后来迄段时间，我咧录的时阵，我会较紧张。我伫我的桌顶头，我只要看到迄字，我就是迄个时阵，我也袂晓咱台文啊，袂晓罗马拼音啊，我就是用注音，我写一个“托”伫个顶头，哦，提醒家己即爱念“摕”，毋是“k”，因为我的“k” 就是“科”嘛，嘿，我毋知影我。调整偌久，我才改过来，一直到后来，我已经分做两种人的迄种个性啊。我就是录音的时阵，看到麦克伫咧头前，我就会讲摕物件；到厝内时阵，妈妈迄物件摕互我就已经分做两阵去啊。要毋过，我是感觉讲，对即马我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会去豆豆调整。要毋过，阮玩有即个新人因是。无了解讲，到底什么是平常时会当用的？什么是录音的时阵会当用的？因就是分袂清楚，所以因咧录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倒位就是无啥听了会顺呐。嘿，所以拄则老师咧讲的，安怎去分？其实我是豆豆啊，甲遐个前辈咧学，我听因的用词。佮加上我家己平常时啊，我会去掠讲哦，即个用词，各个即因有咧用，吼，基本上一定会过。佮加上讲我平常时啊，只要是我咧录的时阵，领班伊会讲听了会顺，伊袂感觉讲你安尼讲了毋对，安尼这我嘛会家己起来。嘿，所以像我拄则讲的嘛是共款，我咧用的时阵，我发音，我会记讲切音，吼。会当用迄个音，袂当用。过来就是像我拄仔讲的，我甲老师实在是伫咧录教育部的物件时阵熟悉的，我就会搁去分。吼，那即批是正常的戏剧，吼，我就是口语顺顺过就好。老师因遮，我看到老师伫咧，我就知影讲我发音一定爱足标准的。比如讲，我定定会记啥物咧？咱讲恢复。恢复咱平常时口语就恢复，看到老师我就一定爱讲恢复，
对，所以我会去分看我的 case 是倒一种的，哦，我来调整讲我需要标准到这种程度，还是到中的迄种程度就好，嘿。啊，刚有感觉伫咧即个配音的过程，不管你配啥物货啦吼，你感觉上届互你头壳疼，上届歹处理的，敢会当分享一下？其实上届歹处理的，真正拢毋是台语呢。我上惊的是伫咧配音的时阵，内底有唱歌，抑我有讲英文的时阵，因为我本人英语无介好啦，我英文无介好，所以拄着要讲的时阵，我拢足惊讲，我讲起来吼，音若歪去，是毋是变做其他的意思啊？过来就是唱歌，较早我嘛感觉讲，甲我的华语共款啊。你讲起来就感觉足正常的，就咱普通人正常的反应、正常的表现。抑毋过落过几届啊，唱歌的物件，就一直互调讲，你的音就是毋对。我想讲，我就是来做配音员，我毋是来做歌手的，所以我拄着这是较困难，会较惊啦。抑毋过台语你讲有较困难的无，嘛是有。我捌落过一出叫《无字悲歌》。伊迄个是讲，武则天的故事。伊迄出规个拢是文言文较济，所以文言文你咧翻做白话嘛足困难的。啊，你若照伊的戏来讲，你全部拢爱讲文言音，所以迄个是我感觉足困难。而且迄个人，伊的演出的方式较特别，伊是譬如咱讲。我用较白话讲啦，譬如咱讲今日天气真好，我想要出去佚佗。伊即句话伊会当讲，今日天气真好，我想要出去佚佗。所以伊的长字拢长两字三字，你会感觉讲，你还佫甲想做讲，迄是文言文，嘿，所以迄出你若正讲要讲以台语来讲。迄出是足困难的，嘿，因为你是宫廷的戏嘛，所以伊的用词拢毋是介简单。有的字咱根本即马拢无人看过遐个字，嘿啊。啊，你敢会对即个樱桃丸啊，即个放大哈？敢有啥物特殊的经验会当分享？就是咧配即个樱桃丸啊，即个特殊的经验哦，是趣味的。较趣味的是。其实就是先配华语版的嘛，对吧？无，华语毋是我，华语是阮另外一个前辈。嘿，我干那台语尔。对。啊，敢有啥物较趣味的经验？主要拢是伫咧讲家字的部分啦，因为有的音，咱拢知影讲丸啊，伊就是较臭奶呆。你咧讲话的时阵，臭奶呆有的音你就已经无清楚啊。有当时佫会听做别字去，抑毋过你即摆要叫我记咧，我嘛已经袂记诶。只是讲因为字伤过念嘛，抑毋过甲华语佫无共，是因为华语逐个已经听惯势啊，所以伊音念，你会感觉讲顺啊过啊，听有趣味就好。抑毋过伊迄当中丸啊，就是丸啊，咱拄仔讲诶嘛，就是你拄开始伊是伫咧教育部要放诶，所以丸啊伊诶困难伫倒位？我爱臭奶呆，抑毋过你臭奶呆，佫袂当讲真正臭奶呆，甲有人听无，抑无你囡仔要安怎学？嘿啊，迄当阵就是爱一直练。啊，好佳哉是老师啦，也是讲阮的领班会伫咧外口，可能真输着啊，抑毋过真正念甲伊嘛听无咧讲啥物，伊就讲念诶歹势，真正听无啊，麻烦你佫讲互较清楚咧，嘿，咱再来调整。啊，无因一般是拢互我尽量自然发挥，因为你尽量你愈自然，你听起来你的迄个情绪嘛才会较自然。嘿啊，我若是讲为着一直要去跟迄个家己的音，有当时迄个咱咧讲的声音表情就会无共去，可能就无遐尔趣味，遐尔古锥，遐尔互你感觉讲，哦，就是一个囡仔咧讲话，你就感觉讲啊，倒位客客安尼，嘿啊。你敢方便甲阮示范几个角色者，就是无共款的角色会反声扫？会啊，我著规个顺顺啊讲落来哦。
完啦！今日就欢喜会当来个招甲大家见面。恁若是有啥物问题，拢会当问我哦。若是我回答了无好的哦，则请大家多多包涵啦。这就是我那会写是第一个嘛，是。但是后壁就是可能无共理会，还是无共选择的安尼。对对对。所以伫你的这个配音的这个过程内底啊，吼，咱会伫什么款的时间、什么款的状况，你会想着讲要去参加这个台语的认证考试，还是什么款的机会？这讲起来真正较趣味，就是前几年我已经袂记详细是几年啦。我前几年我开始接到厦门电视台因的戏剧播出。迄当阵厦门因迄边遐的发音嘛是甲咱教育部做参像的，拢一定爱做正音的。后来因为落迄有一个前辈，大家应该若是有看台语的戏剧，可能就知影《戏说台湾》引进前一个查甫的配音员，嘿，迄个阮叫做上国，上国伊就讲，你若是有兴趣，你会当伫咧网络找一个郑顺聪。哦，迄个少年人我感觉袂歹，哦，拢有咧推广台语。后来我就去看，看了后咧，就甲地老师电来咧接触了，私底下联络啊，开始嘛找我去录一寡伊的物件。伊的物件咧，上趣味的就是全部敢若台文稿，无阮一般咧配音的时阵拢是华语稿，所以录伊的物件，你就一定要先做功课。查久了，你就感觉讲，敢若有淡薄仔概念啊。录久啊，我就讲讲吼，我真正是互地老师强迫训练。后来有一阵仔变做讲，我开始看，我发现讲我查字典的时间变少啊，所以我就想讲，无就去考看卖啊咧。反正以后。我嘛无想着讲是要像老师共款，去做老师啊，去推广啊。我只是感觉讲，就趣味好耍，去看卖讲，看咱家己的程度到啥物款的，啥物 A 啦 B 啦。毋过迄当时我真正毋知影 ABC 是分做啥物。我会记得我报上初级的，结果迄年伊阁有问讲。你有愿意要参加因一届试课无？我想好啊 ，OK 啊，试课先了解一下。正式课的时阵我较袂紧张，结果试课过 OK， 结果等到要正式课的时阵，我看我的迄准考证，我很奇怪，想到试课的时阵我的准考证是 A， 要过我正式的迄张顶头转 C， 我就问阮一个有考过迄。认证的迄个同事，我讲奇怪，我哪两张单无共？伊讲也袂，你是安怎会去报 C？ 我讲 C 毋是初级的，伊讲毋是啊 ，C 是上关级的哦。我想讲，我系啊，套一个阮原仔讲的错赛，是安怎就考啊？因为我嘛是拢无像人讲有准备去背册、去看册、去找参考资，我拢无。我就想讲好啦，靠经验去考才讲嘛。迄当时我会记上趣味的是下课，我就是伫咧楼梯头遐，我就那咧等时间，后一个时间，边仔逐个人拢摕册咧看，咧遐咧骗咧查资料。我想讲，我一个人咧遐咧，我看面册。我就想讲，反正考有条就考，考无条就准拄煞。后来成绩出来。我袂记总分是几分，反正以我即种完全拢无做准备的人来讲，我会记敢若差30分啊40分，到迄个4万，我想讲哦，安尼应该算袂歹。后来第2年的时阵，我想讲，我即个人吼，其实较注重的点就是送的礼品。我感觉礼品有够好诶，250的报名费，结果送我。就侪啥物红仔册啊，咱绘本啊，佮有啥物随身碟、字卡，
足济头前，我讲哇，那伊安尼到底是咧趁啥？我嘛毋知影。所以后来我就拢讲，我讲吼，我是要去收一只礼物。第二年我就去报 A， 我认真报 A。第二年迄当阵分数，敢若是有到 A2， 敢若佫加2，敢若220是 A2 是无？我袂记。你得超过 A2的吧？对啊，敢若270。嘿，所以我就讲，我要豆豆啊，家己报起来。旧年想要报 B 啦，结果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毋敢去考试。啊，今年就后礼拜啊，后礼拜要考试啊。希望讲我今年会当摕到过关的迄个分数。毋过我是感讲考出来是有好处啦，因为阮之前捌录一个政府的公安宣传，因就拄开始的时阵，因咧找录音室，因无讲，阮已经录2集啊。客户才甲头家娘讲，伊迄资料内底吼有写讲爱有认证，爱有证书才会用的。结果头家娘迄当阵咧烦恼，伊讲，你即阵才甲我讲，我已经录2集啊，我要哪知因有啊无？大部分的配音员应该拢无啊。按过好佳在，迄当阵因问了后，我甲另外一个查甫的哥哥，阮拢有考过，只是讲伊无讲一定爱倒一集，你才有考过，伊就会过。所以说讲，阮两个拍头阵啦。啊，后壁其他的人，因为算客户伊无提早讲，所以就讲安尼制作主讲的2个人有，咱安尼甲准过。所以我后来我拢甲阮遐同事讲，我讲吼，恁若是有，就去考过以防万一。所以今年有几落个拢要对我去考试，对。希望你会当带动配音界吼，即个台语认证的我是认真的。好过来是讲咱配音吼，而且不管是戏剧啊、网达吼，咱遮个角色咧配的过程啊，因为事实上是发音家己台词安怎讲，伊个口碑安怎讲是一项代志。毋过上界主要，我感觉若是以阮即个较外行的观点看，其实就是节奏速度，这是另外一个考验嘛。对。对，才会当分享一下伫即方面，就是配音的过程中吼，因为较啥物款的情绪，等于讲你就是声音演员嘛。即方面甲咱分享一下。像我之前我去上表演课的时阵，老师用华语伊试一，伊叫阮逐个爱试讲一句话：今天天气真好。伊叫阮安怎试？你家己伫咧心内，你去想讲你是啥物款的身份，你是啥物款的年岁，你伫啥物款的环境讲出即句话，而且伊无希望阮加字，所以迄当阵大家就会去想完了后，我讲出来，现场大家又看嘛讲你的表演有人听有无？后来我家己伫咧教课的时阵，我嘛会摕即句，我就叫我的学生仔讲。恁因为即句较简单嘛，所以我讲恁尽量试看嘛，讲用台语来讲。你只要是无共的情绪，你讲共款的即句话，伊就是无共的。你就会知影讲，即个人到底即马是啥物状况。譬如讲，我上爱试的就是听你天气就好。敢有人伊就讲是啥物情形、啥物角色？囡仔歹读书。囡仔歹读书。搁有无？无法度出去佚佗的迄种。嘿，就是无想要读书，想要出去，抑过妈妈甲禁止，因为你书无读完，你功课无写完，所以你袂当出门。对，就是即个，我上爱试即个。甲有就是，咱一般来讲，即句话大家头一个去想到，一定就是较正面的。正面就是上普通的嘛，咱就是今日天气真好，我要去约会啊。对，所以就是无共，你共款的话，其实你用无共的情绪，你会互人听起来就是无共的。
像平平一句讲我爱你，我爱你，你会讲是啥物款的情绪？大哥，你哪笑到遮欢喜？哎，迄个我讲，迄喙敢若无打心肝。喙无打心肝，伊讲我爱你。还是大哥你要来试一个？无啦，我讲你拄仔迄句啊，伊讲你哦，对，因为我即摆只是咧问您，我还袂开始。我就直接甲你讲，我的感觉是讲，伊是凊彩讲者。嘿。因为大部分大家听到拢会先想讲，就是两个人足甜蜜的时阵会讲的话嘛。因为迄当阵咧，我就感觉讲，我爱互学生仔知影，就算讲伊是足正面的一句话，伊嘛有足反面的情绪。譬如讲，我来试一个，可能较大声吼，我开项的。我爱你。伊就毋是迄种足甜蜜的。即个话音，恁较会去想到是啥物款的话音？爱你袂。爱你袂着嘛，袂足幸福。对，就是安尼。所以像有当时伊的话无一定是讲照你的照你看到的，一定就是共款是你想的迄个情绪。有当时阮咧配音，就是你咧看头前话、后壁话，伊可能伊规个。顺落来了后，伊即句话伊的情绪，可能是藏伫咧头前迄部分，伊才会去带出来。毋是讲哦，我干那看我的话，哦，就一定是安尼表现。所以之前阮捌拄过，就是新人咧讲的时阵，因较无了解，伊干那一直看讲伊家己的台词，伊无去看讲甲伊对话的人是咧讲啥。所以你会感觉讲，伊咧应话，就是甲你对袂起来。因为情绪毋对，嘿，所以是安怎我咧教课的时阵，我会甲遐个学生仔讲，我讲你爱去试看卖影，就算讲我无互你头前话后壁话，干那即个事你就会当练足侪无共的角色啦、环境、年岁，啥物身份遮的，你每一种拢落去，你去想，我若是今日是啥物款的情绪？伫啥物款的环境，我来讲适合无适合。我若是讲试一个，反正我用一个怪声来讲，嘛是听有哦。你有诶无一定讲台词，就是爱有字。阁有一种练习是啥？我用恁听无诶话，我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迄就毋是叫话啊。我讲一句。你若是听会出来讲我的情绪，其实迄就表示讲你即个角色，咱定咧讲带入角色，嘿，所以譬如讲，你会感觉伊的情绪是啥物？紧张，还阁有无？谢谢。啊？谢谢。窃喜。哦，窃喜。敢还阁有？惊吓。我拄则我想的是，伊看到一个物件，伊就想要食，抑过伊毋敢食，心内足欢喜，抑过毋敢真正去动手，抑过伊是一直表现伊的欢喜。所以紧张有，窃喜嘛有，对，较实在是拢有。所以像。是安怎声，伊会去，应该是咱咧讲情绪去带声。你情绪有着，其实有当时啊，像咱咧看一寡台湾的戏，足侪少年演员，因其实家己即马嘛无讲足标准的，抑毋过是安怎你会感觉讲，你也是会爱看，因为伊的情绪是有够的。足侪情绪你有够的时阵，其实你。对伊的家己，你真倒较袂讲，一定爱要求伊到偌水。抑毋过，若是讲伊今日伊的情绪对啊，伊的讲话嘛标准，你会感觉讲，即出戏会搁较水，会互你感觉讲，伊是，互你搁较爱看落去的戏，对啊。
尼敢会当搁翻头甲阮讲一下吼，伫咧即个啥物款时阵去倒位学师啊，啊是学师啊的过程是拢训练啥物货？其实迄当时我会记得是我上尾一课的老师，伊就是我拄仔讲的嘛。阮一般就是你咧上课的时阵，基本上拢爱看讲，即个老师伊是毋是搁咧在业。伊若是已经是退休的，伊干那教课，其实变做讲你毕业了后嘛无机会。阮一般就是老师伊若是搁有咧在业，伊教课了后，伊去配音。我伫咧配音当中，我的学生仔我就带去现场看因安怎讲话，安怎表现。迄当阵我会记得早期。阮拢是规工都是伫咧录音室内底，吼，中班的人有中班的人，暗班的人有暗班的人，有查甫有查某，所以变做讲我规工伫咧遐，我会当看讲，倒一个前辈伊是录即个角色，倒一个前辈伊录迄个角色，伊安怎讲话，伊安怎表现，只是迄当阵早期拢是华语的，所以你对。华语甲台语其实咱的文法用字拢无共。华语的时阵，就是听因讲话，听因真实的表现。毋过后来到台语的时阵，主要就是看因安怎改过。我会记我头一届去互前辈去改正的是一句，伊拍我，伊教我拍。我已经惯势啊，我就是看到字。直接就讲，妈妈，伊拍我。结果后来休困的时阵，迄个前辈伊就讲，伊讲，恁即马囡仔人吼，真正迄台语拢已经拢袂晓讲啦。伊讲，即句你迄当阵你毋知爱就讲，妈妈伊教我拍，我才去想着，细汉的时阵，我现场应该有人无看过国片的迄个《鲁冰花》无？应该拢有看过嘛？黄坤贤因搬来戏，老师他给我踢，就是即句。因迄当阵是大家拢咧讲台语，开始咧推广华语的时阵，所以因是用台语的文化去讲华语的字，所以才有迄个他给我踢即句。咱即马已经变做讲，连我家己嘛共款。我伫咧，我定常笑讲我是伫咧。台北大汉的真卡囡仔，因过事实上我就是伫咧台北大汉，所以足侪文化其实我嘛是去互华语影响着，所以变做即马足侪咧讲台语的，其实拢是用华语的文化，就甲我拄仔讲的迄个是颠倒版的咧，所以我就是哪配音哪豆豆去，佮甲一寡台语佮捡倒转来，对。老师，你后壁拄仔佮问啥我袂记。我意思是讲，伫倒位。啥物款机会啊？啥物环境，还是讲啥物款班，啥物款训练吼？学师啊，然后过程偌久，有学到几项物件？其实阮这真正伊无足固定的，因为前辈领班因主要互你去迄边遐，就是看因咧录，因咧录音因就无时间啊，哪有可能讲一直去甲你教？迄是讲有诶领班主要是伊若较有。休困的时阵，一个人项，伊可能就是拄则有听到讲啥物问题，伊才会讲，恁另讲恁这个囡仔爱较注意咧。因为恁若是正讲伊要教你，其实拢伫咧训练班过，训练班你付钱，伊教你。阮学师的时阵是伊也无收你钱啊，我就是提供即个环境互你，所以你。家己学，你家己现场看。你若是有心想要行即道，你有问题，你着爱伫咧让项的时阵，你家己问出来。因为我无收你钱，我无可能讲一直去甲你教，去甲你讲啥。因为对因来讲，其实配音，尤其即马即个行业，速成，咱咧讲的就是爱快速完成，所以因的时间，就是会掠足暗的。我即马我即个时间我就是爱录4出戏，我若是录完
配音员就走啊，领班可能嘛是爱紧处理后一件代志，所以伊无遐尼侪时间去甲你教讲一定爱安怎，所以有当时阮是变做讲，领班有甲你讲，啊像较资深的，你若是愿意开喙，吼，你甲问甲请教，只要是前辈因有时间，伊会甲你教一下，甲你指导一下，只是讲，真正无法度教到遐尔有。啊，敢毋是某咪电视台有迄种播音训练班？啊，你敢是嘛是有捌参加过迄种播音训练班出来？就是你讲爱交钱迄啦。对。啊，毋是爱交偌济几啊万了？就是爱训练偌久，啊，遐个训练班的过程是拢嘛是无啥物款的物件。大部分的配音班其实拢差不多，因就是会甲你安排讲，戏剧配音。口碑配音、广告配音、放假配音，遮个，只是讲因为伊的时间其实你讲长嘛无长，短嘛无短，大部分拢是安排同一种的，伊会安排一节课到2节课，吼啊。要过即种时间原来就短，因为你一节课就是加2点钟，吼上济我即马家己咧教3点钟，要过你讲要讲甲偌幼。真正无可能啦，所以伊是互你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伊规个落来算讲就是甲即马配音工课有的部分，伊拢替你掠出来，所以就像我拄则讲的，伊可能全部2个月、3个月班，你可能即礼拜2节课伊就是安排口碑，你就2节课，后礼拜。2节课就是戏剧，大概就是安尼咧安排。训练有的老师伊是会用家己讲恁听，有的老师伊是我试完换恁来，佮有到较尾期后壁遐个时阵，就是变做因会安排一出较短的戏，啊恁就是家己安排到时，就敢若咱较早。可能读书的时阵有迄种分组练习，开始安排角色，到时阵我会替恁录一段，事后咧我就放互恁看，大家才来讲，讨论看卖啊，这段上录了安怎？你有啥物感想？恁希望会当安怎调整？大概是安尼。只是即摆课程原来是以华语为主，像我去教的迄个单位，因是。课的时间较长，半年。要过我台语配音，因敢若安排一节课，就是3点钟。所以因这半年来，敢若即个3点钟的台语课，我嘛毋知讲因会当吸收偌济。要么至少因有心啦，就是讲即马台语配音嘛是一个过程，所以因愿意讲甲台语配音嘛摆入去因的课程内底。这2档是因为有公共电视台语台啦吼，所以台语台是捌开过类似的课啦。啊，毋过嘛无讲介长的时数，就是新闻播音的即款训练，啊，甲台语戏剧的表演，啊，用台语的即种表演的迄款课程吼，啊，毋过长久以来华语的配音，应该拢是一寡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有开即类的班。啊，毋过恁去上即类的班了，其实上主要嘛是拄则提起讲，可能就是有实际上有测试，咱互恁练，或者是因配的时阵，啊，恁伫边仔学哪学，啊，学到保一个探长课，恁会当嘛试配看嘛安尼啦吼。对，就是应该是讲领班会伫个边仔注意你，伊若是有阮华语会叫做杂角。就是咱咧讲的路人1、2、3甲乙丙丁，所以就是主要的角色拢有啊，这物遮有走一个人出来，过路人，讲一句讲，可能咧看老人，迄个走死啦，即句可能我就免叫我配音员来配，下生我就凊彩叫一个来试看卖，试一届你若袂过，另间我搁互你一届机会，第2届你原来伫咧厝内你拢无练无迄落，你起来原来足紧张的，一句话你可能讲10届、20届讲袂好势，遮尔简单的话，领班就感觉讲你无用心，可能
第三届伊就无一定会找你，可能有换别人。嘿，所以讲，你咧学师的时阵，大家拢有咧注意你。我迄当阵算讲是较好运啦，都我的领班伫咧配迄个汤姆历险记的时阵，因为汤姆历险记是阮老师的班，领班只是讲来伊才配音。后来伊感觉讲啊，这个查某囡仔台语算还可以啦，就会接受的。拄好伊开始接到台语的一寡戏剧的部分，伊才问我讲，你敢袂咧替恁老师看大做助理？啊，若无无你来我遮，就是因为伊即句话，所以我就讲，阮真正领班是我的贵人。伊甲我找过了后，豆豆，无讲介济，因过迄当阵就是，一个月录完一出戏，可能休半个月、一个月，伊就去甲我联络，叶妹，你最近有咧创啥无？若无迄佫有一寡戏来啊，你佫来替我看大，就是安尼豆豆开始变做，我敢若开始配2年啊3年，都变做拢有固定啊。因迄就是长期，录音室头家年伊嘛是去签迄种较济量的，伊就是直接甲阮讲啊，我著长期恁就是恁有人，我有戏，大家著长期合作。阮迄当阵开始才较稳定，拢固定有台语的物件咧录。后来迄当阵初期是拢伫咧3台咧放，到即马第4台我看嘛拢有放双语的，迄当阵是啥？中天、未来，即我拢有看到有咧放双语，华语甲台语拢同齐当放，对啊。所以咱是对前辈会甲你牵了后，豆豆啊，配饰较稳定啊。对。毋过嘛是过2、3冬左右才开始固定了。你拄仔咧讲，大概嘛是一段时间，毋是讲随着固定嘛。对，因为其实早期的配音是，就是甲人演员共款。我即出戏拍完，就是休困，爱等后一出嘛。阮录音嘛是共款。配音嘛共款，就是即出戏录完，后一个戏，毋知影当时要录，嘛毋知影倒一间会找，所以迄当阵拢是可能即出录完，就是大家休假，随时等通知。后来到迄段时间的时阵，是变做讲，伊就是较大量，所以就是我一出戏煞，加互你休2礼拜，就一定爱随刷落，因为因一年就是。可能固定甲电视台有合作，我就是爱交偌济量互恁，所以迄段时间其实伫咧3台，定拢会当看到讲，阮的一寡戏，迄当阵上早期是伫咧8点的时间，我阁有排过8点的时间，后来，毋对，我讲毋对去，上早期是9点、10点的时间，后来开始有一寡较有名的戏，就开始会有排到8点。8点你较好啊，就是半暝啊12点，阁有搁重播，所以变做讲豆豆仔就会发现讲伊的时间，你看伊放的时间，你有知影讲因即马到底有咧注重即个部分无？伊若讲伫9点、10点的时阵，其实伊就可能只是咧补迄个时间，可能我即个时段无其他的物件通我放啊，所以我就。插伫个遐，要毋过因若放到8点的时间，其实你就知影讲，即出戏其实因是真注重。只是阮早期的时阵，阁有台语放伫个主声道，后来拢固定变做是副声道啦。要毋过我感觉拢 OK 啦，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有戏通看就好。因为我个人是录的时阵，有当时我讲啥会注意到，有当时嘛有袂注意到的。所以我关系讲，在放的时阵，我若有我会追剧，追自己的剧。我是咧看讲放出来，我有讲毋对无？我的情绪，是毋是用了可能讲，较无遐符合迄个时阵迄个状况，嘛有可能讲我是毋是家己无注意的时阵，我去讲毋对。其实这拢有可能会发生，所以，
我定拢讲讲，我咧看我的戏是咧做功课，对啊。哦，你安怎对可能你对即个先摆，还是讲对其他指导的老师顾问内底去找找对家己有帮衬的内容来吸收，是毋是有这个过程？哦，有。其实，我毋知影大家有去想过即个问题无？咱正常咧讲台语的时阵，其实咱就是感觉讲，伊就足自然的嘛。我想到啥，我就讲啥。毋过有一届，一个哥哥伊才甲我讲，伊讲，哎呀妹啊，你拄仔迄个音哦讲毋对去，你即个音伊是第几条，要变第几条？我心内想讲，你即摆咧讲啥？我真正听无啊！因为对我来讲，台语我就是想着，哦，我较早安怎讲，我就是安怎讲。后来伊讲，你详细听哦，咱即个叫啥？国语叫心，伊台语是啥？心。哦，伊讲，安尼你详细听哦，真心安怎讲？心，真心。伊讲，啊你若讲心里咧，心内，所以。伊讲，安尼你搁详细听，真心心内，这两字心，敢有共音？我讲会无呢。伊搁讲，伊迄当初搁记一个啥物咧？我即摆形容嘛想袂着啊。要么就是因为伊用即种案例，互我毋是案例啦，即种例句，所以变做讲互我了解，哦，敢若对呢。咱平常时拢固定咧讲。毋过我根本就毋知影讲，哦，原来伊这有无共，嘿，所以我是真感谢讲，即个哥哥伊甲我讲着一个，抑佫有就是我拄仔另外讲的迄个前辈，文化，伊拍我，伊甲我拍。其实我感觉讲有当时啊，我足爱听的是，遐个前辈因咧甲我开讲，因为因无去想着，因只是足自然。甲你开讲的时阵，伊讲着伊想着啥物，抑搁遮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互我学着足侪无共的。所以因为迄个哥哥伊甲我安尼讲了后，我才去想讲哦，安尼我爱来研究。抑搁我老实讲啦，咱讲迄八条的口诀，我永远拢背袂起来。我后来我是家己用一个方法，我是用一字来记。嘿，我会记我的第一条，我是用受伤的伤，第二条是足水的水，第三条是安慰的慰。嘿，我咧用分开的，我无法度用迄口诀。第五条我用啥物？阿姨的姨。过来第七条就是象，大象迄个象。嘿，第八条。直迄个直，毋过我即马念嘛是无到迄个音调，直，对，所以我是用即种的方式来记啦。有个人是讲你爱背口诀，你就较紧啊。只是我感觉讲，每一个人接受的方式无共，只要讲你有找到适合你的，其实我毋免用八字，我用一字，我看到讲迄位倒边才来，迄位倒边我会记伊是第三条，我才去想第三条安慰。哦，我就用安慰这音来去想，我要查的迄字，嘿，安尼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讲安尼足好用的啊，嘿啊。过来就是像一寡早期我会去看，我去买一寡台语的俗语册啊。抑搁早期拢是咱即摆咧讲叫做谐音字，我想着啥物字，我就家己写起哩。哦，你若念袂出来，你就知影即句安怎念。所以迄当阵我主要我就是有买一寡我来看，主要是想讲有诶俗语啦、记起来话，我可能细汉听过，无咧用，久啊嘛袂记啊。后来开始。豆看，即本册有，迄本册有，过来有一寡台文的文章，遮若甲我正看的无共。抑毋过我迄当时我嘛袂晓查字典，我就是讲哇，安尼是要安怎看？
所以迄当中其实有一段时间，遐物件我是看过了，我搁甲等伫个边啊，因为看无你就毋知影要安怎看嘛，就感觉咱向向伊看着讲，我袂晓法语，我向向看着法语的文章，我嘛是讲哇，看无用英文搁读袂出来，等一边另工再来研究。后来就是像我咧讲的，开始配一寡台文的物件了后，你就感觉讲，我敢若小可了解啊，搁转去看进前迄篇，雄我八成看有啊。对，所以有当时我袂感觉讲，物件伊若是无着急，其实我会感觉，咱就是先来放边啊。等你有时间有闲的时阵，你搁转去看，其实伊就无你迄当阵看到的时阵遐尔困难。人就是放轻松，你小让一下，互家己一寡空间。其实你有了解过了后，你搁转去找。伊原来伫遐等你，伊袂讲就无去，除非你迄张纸跳人拼掉去，对啊。迄个教育部就是有即个挂经费吼，做有关即个园仔吼，迄个放假迄个系列吼，是毋是比较起来算是配教育部的即批放假，可能是你的配音的即个生涯内底相对啦吼，就是。比较较严格，还是讲比较较艰苦的一段啦吼，因为总是有无共款的老师伫边啊，吼咧看咧听，搁会当小可分享配教育部即个系列过程中的一寡代志。迄当阵其实，老师替阮翻译的时阵，因主要应该拢是敢若看文字稿，所以因无了解讲正讲画面咧搬的是啥物款的状况？上早期其实上困难的是，老师希望甲意思全部拢翻译出来，所以伊会翻译甲足详细。可能阮5字的台词，伊会翻10字出来。恁有咧看戏剧，恁就知影，阮来对喙。所以咱台语其实速度本来就比华语较慢。其实正讲一句话，咱华语速度。足紧就过，可能讲3秒，你白白迄句话，你台语可能讲5秒。所以，我5字的台词，老师翻做10字的时阵，我头壳就冇咧烧啊！我要安怎讲，我要安怎改。尤其上初期的时阵，迄当阵我讲袂当改词，所以我速度爱足紧的。原来速度紧的时阵，恁就想到啊。超人台个速度紧，恁想听有伊咧讲啥物，我会感觉讲我会甲恁拍拍手，对，所以迄当阵甲遐个老师是有讨论过，真正是袂用的，所以一定都爱改。要改的时阵，阮嘛毋敢讲家己动手来改，因为惊讲到时阵去动着老师因较坚持要爱的词，所以迄当阵就是一定爱甲老师讨论。我看过。我可能我嘛是会先甲领班摕稿，我转去做功课。我到现场，老师伊有一套伊的坚持，我会甲算讲甲我看到的部分，甲伊讨论。老师 OK， 阮才现场来做修改。所以迄当阵初期对即个部分，其实是较辛苦、较忝啦。因过我嘛感觉讲，毋若阮家己辛苦，因为老师在现场伊嘛辛苦，过来就是每一个老师的时间无共，可能即届录音的时阵来的是1号老师，第2届的班可能就是2号老师来，2号老师甲1号老师可能因的要求阁无共，可能就变做讲，我毋知影爱听啥物，顶届可能老师讲我爱用大小的小，我可能用小。这个老师可能讲爱用细，过来第3届的时阵，佮讲讲爱去改转去小，我想讲我害啊，这当阵是要安怎？所以就是这时间是开较济啦，后来我是感觉讲讨论的过程，老师嘛豆豆了解讲，阮配音是安怎配，因为伊主要迄当阵拢敢若翻译，要过因到现场了后嘛。实际看到讲，阮咧配的时阵是啥物款的过程，啥物款的状况，所以阮甲因搁讨论的时阵，因可以当接受。因后来嘛较改词就会较针对讲，
你花语的事偌长，基本上伊袂讲真差介济啦。因为有当写完那是有，吼，过来就是看讲现场阮安怎去调整啊。嘿，老师因伫咧现场看到画面，看画面，吼，我甲你讨论，即摆啥物状况，所以我敢会当甲倒一句，还是倒一字摕掉。老师感觉讲袂影响到我即句话伊的意思，吼，我要爱的重点词，我要教互学生仔的，嘛拢会用伫咧内底，吼，即个安尼老师就算过。只是讲，迄当阵就是，毋是讲现场老师讲过就过，吼，因为教育部咱就是一定爱较准确，我用词爱对，所以因转去因会阁审过嘛，嘿啊，老师应该嘛是有伫咧后壁迄段时间咧做审查无哦，因为阮是知影讲，阮规个录完了后，一定会阁通知一届到两届。就是因审过啊，可能倒一个音，吼，有诶是你讲了无标准，有诶是迄当阵哦，阮可能原来是安排毋着音啊，哦，希望恁阁调整吼，伊诶音阁较正确，拢有，各种可能拢有。诶，迄当阵是初期即个部分是较辛苦哦，嘿啊。可能即个翻译无共语言的影片吼，佫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伊是用别个语言去拍、去设计、去想口碑，所以就是迄个语言，若说我甲台语的迄个语法吼节奏等等，若说讲差别较大时，当然你着为着要配合我本语言的迄个部分，咱即摆要配的，着爱照伊迄个节奏速度，这嘛是一个限制啦。对啊，而且有诶，算讲国外毋管是日本，也是讲咱讲美国啊，倒一个拢共款，每一个因诶笑话迄个点无共，可能外国人因感觉讲即句话，因安尼讲就好笑。问题是你翻做，毋管是华语还是台语了，迄个笑的感觉，对咱来讲，咱就无法度体会着。伊即当阵到底看讲，因是要坚持，我就是要照翻，吼，互你听无嘛无要紧，因为我要遵照原著，吼，也是讲我就是要改做讲是咱家己台湾人听有诶迄个笑话的点，吼，这就爱看讲客户一定要安怎要求，嘿啊，像进前有一个是老师我袂记迄个音啊，布丁是啥？扑林，哦，扑林啊，你听是讲有诶是讲直接用敢若英语诶迄种发音了。伊迄个就是，迄当阵大家咧想讲到底要安怎讲嘛？佮有人，我袂记查着倒一个字典，直接甲你翻做布丁。嘿，布丁，我想讲，布丁这若听有，我嘛感觉迄个人嘛足厉害诶。毋过，确实伊对可能若以商业界来讲，吼，伊会当接受较少量的华语，吼，有诶，阮戏剧嘛是共款，就是讲，你即摆想要食啥？我想要食布丁，吼，安尼讲话就准拄煞。毋过迄当阵较辛苦的就是教育部，伊就是干那接受台语甲日语，日语嘛是少数，所以迄当阵我会记第一届的时阵，咱迄布丁是用日语，嘿。啊，后来第二季的时阵，佫出来，我都袂记用啥物音嘛，规日大概用的拢无共，所以我感觉讲对外语来讲，其实咱即摆也无法度讲规个足统一的，毋过，以阮配音来讲啦，尊重客户，尊重录音室因要求的，其实只要伊感觉讲这是会用的，吼。安尼我就录，录完了后，其实伊嘛会去看讲，观众、听众因的反应是啥款，对啊，再佫会做调整，即种嘛是拢有，好啊，那安尼因为你之前有提到一寡代讲啦吼，其中有一点吼，较落尾是讲你会想要分享讲安怎对工作内容来提升家己。哦，这个部分是毋是嘛会当讲一下？这个就是
拄则嘛有讲到的，就是像文化，吼，咱咧解释的时阵，其实文化是一个重点。过来就是我有感觉即马，尤其较少年一辈，我毋敢讲我完全拢会讲了着，抑毋过即马即个少年一辈，因讲话是连变调，可能拢无法度，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因记词加词，所以伊拢是即个词分调停，佮加一个词佮分调停，所以咱一般来讲，吼，咱规句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分调加两个分调，抑毋过因讲话可能内底有5个分调、6个分调，你话讲一句话就伊嘛无讲毋对，抑毋过就是倒位怪怪。譬如讲咱讲开始动作。因就变做开始动作，对，所以你会感觉话讲对，抑毋过倒位怪怪，你去详细想，哦，变调无变过，过来，佫有就是譬如讲有诶长底音啦、开喙音、合喙音遮诶，我拢是因为，就像我讲诶，可能因为我本身我母语家庭，所以这个。字音我会较了解，抑毋过有当时我听到边仔的人讲，我会感觉讲，对，就是感觉倒位怪。后来就发现讲，我是变做感谢因来帮助我，吼，互我了解讲，哦，即个音也是有人讲毋对。譬如讲，我有看到有人任务，咱讲任务，结果迄当时伊就讲，即个任务我来完成。即个人物，伊就甲任务的物想做是物品的物，嘿，所以就变做物变做物，嘿，抑过伊若话讲足紧呢，你常常你嘛袂注意，只是感觉就是倒位怪怪，所以伫我家己个人的部分，我的提醒其实拢变做讲是边仔的人要提醒我，哦，有即个问题。我可能嘛爱小注意看觅讲，我家己咧录的时阵，是毋是会无注意，嘛去犯着即种错误，而且是家己毋知影、无了解、无去发现到的，对啊。你若讲，有一个部分我想着，一般大家拢有家己讲话的腔，我爸爸妈妈，阮中华分林兄。所以我的音较活迄阵遐，抑毋过，我就发现讲，有的音，基本上咱尽量拢照家己的音咧发，抑毋过，我有发现讲，若有的人家己的音，伫电视放出来了后，敢若伊的音听起来，迄个音较清楚。我后来我是有因为安尼改过家己的发音，譬如我迄当阵录查某囡仔。夫人，你紧看啦！迄边了发生啥物代志？夫人，规工拢咧叫夫人。结果咧，我感觉夫人电视放出来，音敢若无无。阮有另外一个配音员，伊是发夫人，J 迄个音。夫人，我感觉电视放出来，加足清楚的呢。后来我就一直家己改进，我就伫咧我的字稿顶头，我就注音甲写起。后来我就是只要录到即句，夫人，你紧来看卖咧。敢若有较清楚啦。我有诶是为着配音来改诶啦，抑毋过，我感觉讲，这是因为，咱工作做工课这方面，有当时是因为要互大家听清楚，所以我会去特别做调整。抑毋过，我会记我有一个朋友，因妈妈，伊是咧教国小诶闽南语课。伊捌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因咧甲学生仔咧教课的时阵，伊讲你是倒一个腔，恁兜是倒一种腔，有恁家己的发音，我袂去甲改正。我会讲你尽量讲恁兜的音，其他的当学嘛当学，因为安尼才会当保留恁的话。毋是讲我感觉你倒一个音，你一定爱改，你爱改做甲我共款，因为你改做甲我共款的时阵。就无你的音啊，以后你的音就消失啦。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阿姨讲的足有道理的。所以
我毋知讲啥那我会分开，吼、配音的时阵，我会讲倒一个音，要毋过平常时啊转来，我会讲我家己厝内音，对。老师讲啊，足趣味。哦，啊啦，安尼敢会当最后分享一下，就是咱你到目前为止10几档啦，吼，配音人生啦，吼。啊，你敢有对未来有啥物款的展望，还是想法，还是有啥物想要改变，还是想要挑战等等？其实我即马有豆豆啊咧做的，就是因为我感觉讲台语毋是拢干那伫个戏剧，所以像我进前嘛有，尤其即2年，我录过几落本的有声册，譬如讲《小王子》，吼。今年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哦，《冰雪女王》，这算讲拢是我有去录，而且爱丽丝甲冰雪女王，迄当阵我感觉挑战较大的是，因是直接找我家己兼做翻译，我翻译了后才家己落去配，所以我会感觉讲，进前拢是老师恁改过，老师恁改过了，老师较有一寡。固定的用词哦，恁会知影讲安怎改会较水，哦，较正确。因过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讲，我较烦恼的是，我讲的话无一定逐个拢会用着，有的用词是敢若阮兜咧用的，我就变做讲，我家己翻译过了，我搁爱落去查字典，确定讲到底字典有即个用词无，有即个字无，有即个发音无。所以迄当阵，因过挑战这个，我感觉讲家己嘛有成长，而且就会感觉，我对讲故事，互囡仔，吼我安怎互因了解，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进前有人咧问我讲，去教囡仔，也是讲去推广，我感觉讲，这拢是一种方向。尤其连阮兜嘛是共款，我讲我这样的吼，台语算也会用的，抑过连母语家庭内底，即马囡仔迄辈，其实因你讲要叫因讲台语，有诶拢无想要讲啊。连阮爸爸妈妈嘛共款，较早阮细汉诶时阵，对阮就是拢讲台语，袂去想伤济。即马对阿孙诶咧讲话，吼对阮就讲，我甲你讲你等下安怎？我跟你说，那个等一下东西要吃完哦。不然吼，等下我叫阿哥来打你哦。搁外头过来，搁甲我讲，搁讲台语。所以对囡仔来讲，伊吸收的一直拢是，我知影恁大人咧讲台语，抑毋过阿嬷甲我讲国语，吼，我就会应国语。所以连阮兜囡仔，我拢会感觉讲台语，囡仔无咧吸收啊。所以迄当阵，我搁甲阮朋友讲过，我讲，只要是囡仔有需要，有想要爱斗相共的，吼，我尽量，因为我定拢讲，我毋是迄种足巧的人，所以我是用一种足戆的方式咧吸收一寡新的知识。我用遮尔戆的方式咧学，我拢学会晓啊，我就会搁讲出来，就是用上简单的。因为我嘛无法度用足困难的教法，所以我讲，若是连我遮戆的人，我拢会晓啊。恁的囡仔真正照讲哦，有需要我斗相共的，我尽量去斗相共，用上简单的方式来教因，安怎了解台语，安怎去熟悉台语。连算一寡囡仔咧算的，吼嘛是共款，会是去想，像我较早我带阮兜，阮兜遐个囡仔，可能出去买物件，我讲，你看那个是电灯，电灯是什么？就是电火。我袂甲伊讲，倒一是国语，倒一是台语，只是你著互伊听哦，电灯、电火，伊著定定咧听，伊著知影。用一种较简单的方式，豆豆去互因了解。所以，讲我对未来有啥物想法，我是感觉讲，只要是会当想办法，互大家去熟悉台语、了解台语，去对台语有兴趣。其实这个代志我拢会感觉讲，
我拢会想要去做。嘿啊，好，感谢阿伟吼。唔知影咱在座有几个有啥物问题想要问阿伟的吼？嘿，有无？有。请教一下，恁即马讲咧报迄台语的网咖，啊，恁咧台本是用写华语的，啊，恁敢是用台语去翻念，还是讲迄台本就是用台语咧写？大部分差不多8、9成，原来拢是摕着华语稿。嘿，所以阮嘛是爱家己翻，只是一般以戏剧、以网咖来讲，你只要反映你家己的部分就好。像老师因讲的，不管是台语台，也是教育部的，老师因这边只我感觉上简单就是老师因会替阮翻译好啊。我只要摕着稿，除非讲是毋捌的字，吼，因为尤其刚开始的时阵，台语文一定是拢无了解，查字典的时间会较济。嘿，要搁像我拄则咧讲的，到尾期其实有当时爱拄着足济，就是你爱家己去翻译。翻译的时阵，你若是搁拄着即个是专业词的时阵，爱安怎去翻译，这嘛是一个问题。因为若像你拄仔咧问的讲，个是华语家己翻，也是讲是台语的，就是我会甲你讲，就是8、9成即马拢也是华语文的较济。因为之前我有看亲像迄个咱我们这一家内底花妈哦，伊配音就是。伊配就是听起来就是知影伊是咧讲台语，就是讲伊用的词可能毋是翻译老师翻的词，可能是用台语咧讲，所以迄听起来阮像我即种听起来嘛，台语讲足自然。若即马讲看其他，我就感觉有点仔就是听起来就是国语翻做用台语去念国语，毋是讲迄是台语。对。对口无共。系啊，即个像我讲的，因为。尤其咱伫北部，足济就是伫个华语的环境内底，所以你一定其实就是足够去互华语影响着，而且是咱袂有自觉，因为伤过自然啊。所以我毋知讲，迄当阵若毋是迄个前辈甲我改正讲拍迄个，吼，伊拍我，伊甲我拍，其实我可能反正我到即马我嘛是。无一定有自觉讲，迄当阵我讲毋对，我文法毋对去，对啊。就前阵啊，14台语台啊，有报上的禁止195台语电影，我拢带阮查某囝看，这当时的电影，因为我感觉讲看以前的电影会使甲咱以前咱的祖公妈的讲话开口，搁一个，对对。对啊，其实为啥我真感谢你啊？因为阮查某囝是你的粉丝。伊到即马，逐工下课吼，伊拢事事常常拢是。来去买哦！好，谢谢啦。你知影我今日要来参加这个讲座吼，伊嘛又讲爱落票。其实我直接吼分享一下，因为阮查某囝2014年出世，伊对幼稚园开始甲伊讲台语，伊有一阵仔甲我讲吼，像迄5月时阵吼，咱伫厝内底防疫嘛，有一天我会甲我讲，爸爸，我感觉讲，我今日规下晡，我拢是用台语伫思考的，我拢无用华语的，我听着伊安尼讲，我马上拢要。喷出来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其实我感觉过只我真感谢，因为我即马带阮查某囝看迄台语台的卡通啦，伊台语台的足侪节目伊拢看，伊即马讲台语的迄种开口比我搁较好，有时阵我会把我的发音甲我改正。我是咧请教伊个像。你感觉是母语家庭出来的吼，那平常时像我即马带囡仔伫讲，其实不只是讲我伫厝内甲伊讲，我带伊出去，
我鼓一个字，我讲有一届我要带去点那个金珠泥地，伊讲啊，当然用台语来点菜。哎呦，伊即摆较大，因为小一嘛。爸，可能人听无呢。我讲唔免惊，咱就是爱讲出来。啊，互伊知影讲，伊听无不要紧，咱搁甲伊讲。我就示范互伊看。我要金珠泥地，哦，啊，气米半糖，我就安尼想讲讲互伊听。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其实我是感觉讲，像因伫学校。因为咱即摆不是有讲到，咱的囡仔，咱的后一辈吼，就是即摆差不多剩6趴。因为阮查某囝伊进前伫幼稚园的时阵，因规班30个囡仔兄囡仔姐，甲2个人会晓听台语讲台语。啊，这2个人吼，就是我甲另外一个老师的小孩。因为阮伫厝内拢是带囡仔讲台语的，所以我即摆读小一啊，我嘛是甲老师讲。甲伊讲，你伫学校你着真自然，你讲台语无要紧，别人听无要紧。就像我以前带伊的时阵，我带伊嘛是听无，因为我就是一句台语，一句华语安尼。我连迄囡仔册，我嘛是安尼。拄开始我嘛是连啊哩哩啦啦，所以我就是带伊看台语台，看那个阿伟老师的用台语讲说，我嘛是安尼一句吼，甲咱以前的会考扣着。这是我甲大家分享，谢谢。老师好。嘿，你好。我是1995年出世的。参像我的经验就是大学的时阵才甲台语扣上来。所以即马的囡仔若是要学另外一种语言的时阵，当时情绪的表达无好。嘛是因为安尼啦，就是即个英国较无机会讲台语，所以袂晓表达。我想要请教，要安怎来表达情绪，用正版还是讲较正确的声音来表达自我，特别是台语的部分。其实以我家己来讲，主要我是感觉讲，就是爱放轻松，因为像足侪人，像你拄则应该嘛是摕到即支，你摕到即支你就会紧张，所以你看到即支你紧张的时阵，其实你讲话就会硬，都袂自然。所以像进前阮早期的时阵，我安怎去克服即个部分，就是我目睭当作无看到伊。所以共款，你咧表演的时阵，你要安怎互伊自然？你会袂记得你是伫咧表演，你会袂记得讲你即马是伫咧演讲。譬如讲，我今日来我嘛足紧张的，抑过我一直想讲我是来甲大家开讲。我甲心情你变换一个，你心情无共的时阵，你迄个讲话感觉就会无共。所以我当作讲我是来甲恁开讲，我迄个紧张的感觉都袂像拄开始的时阵，讲会喘，我会足喘呢。共款啊，我咧讲课的时阵，有当时拄开始嘛是紧张，后壁我嘛是想讲，我就是只是甲我了解的部分，当作分享，我哪开讲互因知影。所以表演的时阵嘛是共款。我会记我迄当阵。之前我录过一出戏，是拄好迄天早起，我甲阮妈妈小可冤家，所以录的时阵，我迄出戏拄好是录一个查某囡仔，伊有一个照顾伊的，敢若亲像尼姆的角色。尼姆迄当阵着情要死啊！我就那咧甲伊讲，我讲，我自细汉我孤儿，无人照顾我，是你咧照顾我，你甲我带大汉。我头壳内想到，我早起甲阮妈妈冤家的画面，迄个心情拄啊好相共。后来讲的，我迄是头一届录音录到哭，因为是拄啊好，甲迄个剧情是足搭吧的，所以人会感觉讲足自然。后来我才发现讲，这个咱若是有人是做表演的什么戏剧系啊，什么，一定老师拢会教着，就是。恁爱
进入角色、带入情绪，同款的意思。你即马爱想的是，你就是迄个人，你就是当咧做迄件代志。你即马安尼想的时阵，你就会足自然去讲遐个话，你就袂去想讲，哦，我即马足欢喜，因过我的表现讲，足悲伤的情绪。你嘴一直咧笑，结果我甲你讲嘛，我即马真正足艰苦诶，要安怎艰苦？所以像前辈因拢会讲，你即马你若咧想欢喜的代志，你着爱先家己欢喜，家己欢喜的时阵，目睭头袂当盖，你喙角啊你爱翘较悬的，你喙角你先翘悬的时阵，你讲话着迄种笑笑的感觉，嘿，所以。你拄仔咧讲是要安怎互伊自然？我毋敢讲我即个方式一定是对的，只是讲我会讲，你就是爱去先帮我轻松，先去想讲你即摆你是表演也是演讲，你就是去想换一种方式去想，你就较袂遐紧张。只要莫紧张，迄个讲话开口就是拢会较自然。我无法度甲你讲一定会。100%足自然的，只是讲有当时是看个人的情绪。我即摆我就是一直足紧张的，我一直紧张，我安怎话拢讲袂好势。你安怎看？就是我讲，这个人就敢若绑一条绳啊，吊悬悬，就是袂自然，对啊。所以，每一个人学代志、学物件，拢有无共的吸收方式。所以，我刚才咱甲你讲，我就是尽量叫家己讲放轻松，嘿。可能你连讲你若有拄着其他的人，你搁甲问，反正伊会甲你讲无共的方式，对。妹妹，有影阁有其他有志有想要分享的，想要问题要问的有无？先聊这个，开始。阿伟，阿伟记得好，我是做一个后辈吼，就想要眼睛，就想要跟你请教，就是讲，你感觉讲台语配音嘛？我感觉是愈来愈实行。你我想要了解你的看法，就是讲，你感觉伫咧未来会有啥物款的发展，搁较侪开展？我们会当伫咧啥物款的领域当加发展一寡若是做一个前辈你会使互后辈啥物建议？其实我是感觉讲，因为即马台语的推广确实是有比进前搁较进步，所以像咱进前咧看有啥册拢干那华语，即3年4年开始拢有一寡台语的有啥册，我是感觉讲。足侪人拢咧推广，所以若由咱要家己去开一条新的路，其实困难度一定是较悬。所以变做讲，我拢会甲人讲，我是配合，只要你有要开新的路，我会替你去挖遐个石头啊。我就会讲 ，OK， 你需要台语，还是需要华语拢无问题。你若是感觉讲我的华语你会信任。安尼你就华语你会当找我。你若是对台语，你感觉讲我的表演方式，我的表现你有满意，你想要爱啥物款的方式，啥物款的表演，我会尽量去配合。所以，要做一个主要开路的人，我真倒是感觉讲，我会为家庭先做起，为身躯边的。朋友的囡仔，有当时若是去因厝内开讲啊啥，哪算就哪讲较趣味的叫做洗脑啦。所以讲，甲囡仔就是用台语甲因说，囡仔豆豆会吸收，毋免坐，你毋免讲一定爱甲伊讲你爱甲阿姨讲台语哦，你袂当讲华语，安尼阿姨会无欢喜，袂。有诶真正会安尼，因为我之前捌拄着，可能我感觉因有因诶坚持啦，因算是后壁
在做的母语家庭，后壁才重新扣档，可能有着甲大哥共款。因后壁要扣档来，所以伊坚持讲，我一工24点钟，我拢一定爱台语。我连带囡仔出去，伊迄当阵敢若是伫个店头啊，甲员工咧讲，人迄个店员就真正毋是台语人，我袂记迄人看着可能我咧有可能是华语人或者是客人啊，这我毋知影。不过重点是人就听无台语，所以我想讲，咱有咱的坚持，问题是你爱看觅讲，对方若是袂当配合的时阵，咱莫去为难别人，吼，咱爱用人了解的方式。不过，咱会当离开店头了后，咱才去甲囡仔继续讲台语。咱嘛要有了解讲，咱要保留咱的台语，毋是去造成人的困扰。所以共款的意思，我会为朋友迄边遐去做，我会讲当作咧耍，去甲伊讲台语。不过我袂去强逼伊教讲台语，嘿，咱就是做一个洗脑，咱就是豆豆仔互伊惯势，知影讲即个阿姨来，哦，可能我就会听到台语。我若是有兴趣，我学着一寡台语，我连讲甲阿姨，我会当讲台语。吼，我感觉讲，这就甲我细汉的时阵共款。吼，厝内人甲我讲台语，我听无我就看伊。妈妈、爸爸、阿姨要甲我解说就解说，听无老大人一句话，囡仔人有耳无喙。有当时因咧讲啥，我听无，想要问，因讲哦好啊，我毋爱听，我就去边啊。抑毋过一届、两届、三届，愈大汉，咱就愈了解讲哦，妈妈因讲的话其实是啥物意思。所以，我个人是感觉讲，我做的是合作啊，嘿，我是合作的部分，嘿啊。还是你即马你有想讲要家己主动做啥物？哦，其实因为你逐阵讲你是一种洗脑嘛。其实我想讲我嘛做的嘛是较实就是安尼啊，因为我是外省啊，甲本省有咧人咧。感觉足奇怪啦！我一定就是我的世界就是一半是华语，一半是台语，所以我一直拢是用这款自然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亲像我有做一个 podcast 叫《童话套中岛》嘛，其实我就是伫内底直直放一寡台语落去，讲现在叫做什么我知影叫做滴很好很好啊，就是安尼，就是慢慢老洗脑。不过其实我嘛是。想要请教就是讲，你若是有一个后辈，一个配音的后辈，一寡建议，你会安怎来建议讲，我伫咧台语配音这条路要安怎样？因为我主要也是会感觉讲，除了平常时咧讲，过来就是会当定定去看是看有声的，所以有我是感觉讲初期。直接去看文字有的人是看有，抑毋过读袂出来，所以我颠倒感觉讲，以我家己个人，我是较倾向讲，先会晓讲，先会晓听，因为我感觉讲语言上主要就是讲甲听即个部分，所以你若是讲你要搁较互伊进步，我会感觉就是先为看影片。听一寡台语，像我细汉定定会听一寡廖俊碰碰啊，甲诸葛亮啊，真正就是啊，因确实有诶话是较粗，较无遐好听。抑毋过台语有诶就是安尼，有诶人讲台语中啊，有诶人讲台语足粗俗下流，抑毋过。华语感就无，其实华语嘛是共款，所以只是讲话语啥物款的程度拢有，看你安怎使用。台语歌我嘛会建议讲你会当听，抑毋过台语歌我拢会建议人讲，你听较早期的，因为听较早期的情绪会当学。歌曲毋是干那讲对迄个音乐。歌词有诶是伊诶情绪有包括伫咧内底，所以听歌我感觉是一个部分。广播剧、电视，这拢会用诶。
因过电视即马我定定拢会讲讲，你若是要学发明教材，你尽量咧听的时阵，你着看少年演员。哦，你若是想要学较正确的，看较老的演员，两种拢会用的，因为，拄我讲的嘛，少年演员因为讲毋对，要讲讲毋对，咱看嘛讲听有无？我会甲当做考试，哦，我听有，伊讲毋对伫倒位，我会当改进我家己。嘿，我会感觉讲初期先为即方面开始去做。过来，你若是讲听的讲的，拢愈来愈自然。过来就是开始看，因为我家己的方式嘛是安尼，开始就为看开始。我感觉讲听说读写，我家己讲实在，我写的部分我嘛足弱的。我定定想到啥，看我虽会晓讲，问题是佮反倒转来，你叫我讲，你写倒一个台语文互我，我会用转袂过来。所以我感觉讲，主要咱咧运用的，也是伫个我拄则讲的，讲甲听，所以为即方面开始，豆豆切入，嘿。是啊，你拄则讲一个名词讲看大。嘿，看大。老师甲阮分享一个看大是要创啥？啊，伊是一个变愈来愈专业一个必然过程嘛。其实即个毋管是伫个华语还是台语，伊拢一定是一个过程，因为譬如讲，毋管是歌戏嘛是共款，因一定有一个编剧写剧本，剧本伊到演员的手内。因看到，才知影讲我是倒一个角色，我爱讲倒一句话，爱安怎。配音嘛是共款，阮电视顶看到，才咧播的时阵下底有字嘛，咱讲字幕，要搁伊顶头伊袂甲你讲即个情绪，伊当咧哭，伊当咧喘气，伊当咧创啥，你敢若知影讲伊讲啥物话，所以看大。就是阮有助理伊爱照即个剧情，看到讲，譬如讲你，你是 A， 你是 B，A 当咧甲 B 讲的时阵，可能头前先吐一口气，我都来讲 A 吐气，后壁话是啥物？有当时啊，咱话一句话，伊无一定是照迄个空格来做断点，就像我拄则咧讲迄个。武则天共款嘛，正常一句话8字，伊甲你断3解，2字3字做1解，所以这就是伊咧看大时阵，伊爱做，伊伫个遮可能爱做一个啥物记号吼，配音员知影讲，即边遮我爱停，即边遮我爱吐大气，我即边遮爱笑，爱创啥，嘿，抑过这伊毋是一个，有个人讲这足辛苦的，抑过我感觉这毋是，因为。你若咧做，你若咧看的时阵，伊迄是你咧训练你家己。阮咧配音的时阵，我即马看大，我看熟啊，我会晓去掠伊的喙，我知影讲即边才有一寡动作、一寡反应。以后我咧配，我无需要看大，我家己咧配，我会发现讲，伊看大，伊无看到才有吐大气。我家己知影，我爱去补转来。所以看大，伊是一个，我定定拢讲，迄叫做基本功的训练，嘿。所以你讲外口看大，确实无人听有啦。因过若以做配音这方面来讲，伊一定是一个过程，尤其是早期的过程，一定拢会拄着。